来看中华鹿港的历史建筑西进叶古厝，今年因为拄到地震，也有落大雨，天井是全的崩去。因的家孙甲文史工作者就批评讲，这间厝2009年就已经登录做历史建筑，不过到今政府是拢还未来修理。也若文化局是讲会请专家去现场了解，看敢会当先固定，也若未来嘛会争取经费来修理。 礼拜四的大厅看到是几涂骹破遐甲倒落来条啊！彰化县鹿港镇历史建筑西进叶古厝，今年拄到强烈地震甲几礼拜大雨，原本真悬的楼子出现落落来情形。四家第33代后人施古窑，每工来烧香祭拜，拢烦恼讲头壳顶会有物件落落来无，真无奈。可惜是可惜啊，反正东西就是会坏呀、尽量保持它的原状啊，就是尽人事啊。 鹿港四甲是清代中期地方有钱有知识的人士，捌伫当地开设西进叶商行，以此为名，古厝保存历史的建筑。门厅内底有通风采光用的楼子，使用的项目数量是台湾传统建筑内底上多。四甲后代希望会使保留传统民居的建筑，主动提报了后，伫2009年登录正做历史建筑。文史工作者讲，登录到即阵15年，无看政府修复。 甲当地相关是历史建筑的迄册别踪，早已经修复转型正做工艺展览馆来比较，西进叶古厝是愈来愈破旧了。15年都没有动，没有动。你看以前都很完整的这些雕花，到现在都掉了，屋顶也垮了，梁柱也断了啊。所以说再不整修的话。 哪有一天可能就是像这一堆土一样，整个都变成一个灰灰？损坏状况是不是有更加严重的一个状况哈？我们在请专业学者去判断哈。那如果说有需要做紧急必要的一个加固修缮的话哈，那我们会紧速来处理这样子。彰化县文化局讲，修复计划对2019年开始进行，到今年4月向文化部申请修复工程经费，也佫无得到补助。最近会请专家学者来勘查，评估是毋是需要赶紧来修理，也会继续向中央争取，赶紧互古厝恢复风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